大家好，我係 ST， 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玄學看世界。我研究玄學、八字、風水已經大概20年左右，對呢方面有比較深入嘅理解同埋實踐經驗。我自己本身係讀統計學同數學，依家喺金融行業工作。閒時我中意將玄學嘅原理同統計數據結合，設計及研究自己投資嘅策略。我開呢個頻道嘅目的係想記錄自己用玄學呢個另類視角去分析時事同投資，希望同對玄學有興趣嘅朋友交流，用另一個角度理解世界，並用多一個參考點嘗試預測及判斷未來事情發生嘅可能性同機會率。今日想同大家傾下，究竟市面上流行嘅運程書，我哋應該點樣去閱讀？一般嚟講，好多人睇運程書只係抱住八卦嘅心態。根據我自己觀察，市面上嘅運程書為咗吸引多啲人睇，通常都係用簡單嘅分類嚟作推斷，例如按12生肖、嗰年流年9宮飛星，稍為細緻啲嘅就會用出生日柱、年柱或者係夏天、冬天出生嚟推斷個人運勢。但呢種粗略嘅分析其實好難準確，啱同唔啱嘅機率其實都係50-50。如果風水命理真係一套影響人類命運嘅演算法，運程書裏面啲錯誤嘅建議，可能就影響咗另外50%讀者嘅部署。所以，我作為研究玄學嘅人，會比較留意師傅對宏觀大勢、地運呢啲方面嘅預測，從而判斷師傅嘅水平。我會嘗試用2-3條影片嘅時間，去討論坊間好幾位師傅嘅優點同缺點，並評論佢哋蛇年運程書內嘅預測，再加入我自己嘅觀點。今次我會先評論2位有名嘅師傅，蘇師傅同麥師傅。關於財經同世界趨勢，蘇師傅喺佢本蛇年運程書提到，今年係大火年，社會經濟仍然唔係好活躍，投資唔宜太進取，各方面保守啲會好啲，不宜太過進取。有實力嘅投資者建議低位入市。今年會先升後跌，應該喺立春之後入市，去到秋季前後高位就收成。不動產方面要睇長線，因為2025年至2027年仍然係大火年，樓市可能仲係未活躍，要去到2028年至2033年金水流年，經濟及不動產先至可以再重新活躍起嚟。我嘅睇法係，佢講嘅先升後跌係指美股定港股呢？港股可能佢就估中，但如果講美股就已經肯定錯晒。我自己對港股冇咩特別睇法，因為港股受政策主導比較明顯。但今年大領導人嘅運勢比上年有所改善，所以我覺得港股今年偏向平穩啲，真正大嘅波動可能會喺下一年、丙午年先至發生。美股方面，由於內政混亂，今年我估計4-5月會繼續向下大跌，5-6月左右會見底，之後大市反彈到年底甚至明年1月。另外，佢話2025至2027年大火年，樓市未能活躍起來，呢個觀點我唔太明白，因為火係生土嘅，按學理係利好房地產，所以佢觀點似係按經濟狀況評論多過玄學。另外，佢冇講清楚係邊個地區嘅樓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定新加坡？呢點我覺得佢嘅預測比較含糊。不過有彈亦有讚，蘇師傅喺流年書嘅風水部分講得算唔錯，因為佢用9運飛星盤再配合2025年流年盤去斷定世界趨勢，呢點比其他運程書細緻啲。好多其他師傅攞嗰年流年飛星盤就用來亂估，例如今年桃花星飛去東南方，就話要喺屋企東南方吹桃花，但係東南嘅桃花星有冇用，要睇返空間整體嘅佈局。亂吹桃花反而可能惹到啲爛桃花返嚟。順帶一提，今年2黑病符星入中宮，加上9運嘅九紫喜慶星亦喺中宮停留20年，再加上地盤5黃災星亦長期喺中宮。九紫屬火，會生旺2黑、5黃呢啲病氣災星，所以今年病氣災難氣息會比較明顯。大家一定要多啲注重身體，以及家中年長長者嘅健康狀況。特別係2月、3月、4月、8月同11月呢啲月份要更加小心。至於麥師傅呢，
佢主要係用立春八字同嗰年流年飛星盤去估流年大勢。飛星嘅問題我前面講過，重點係要睇返空間整體佈局。而用立春八字估流年大勢其實亦冇咩根據。最重要嘅係麥師傅本身分析八字嘅能力比較弱，睇八字最重要係睇日主喜忌，佢完全冇斷定就按常識講咗一大餐，好似冇乜用玄學嘅學理斷事。佢喺佢本蛇年運程書提到，今年雖有水木相生，但立春八字未見財星透出，又話戊癸合、寅卯合、寅亥合令人情緒唔穩定，多焦慮、失眠等等。其實戊癸係可以合化火，咁咪有財星咯。另外寅卯需要有神仙可以合化方局。佢講呢啲嘢係完全冇學理根據，我覺得有啲不知所云。另外佢又提到，除了戰爭風險外，乙至蛇年也要提防重大嘅金融危機或突變、突發性股災，尤以美國為甚。宋代學者柴望所着嘅丙丁癸監便統計了由先秦到後漢時期，合共1200多年之中，每逢丙午年及丁未年皆有動亂或天災。我嘅睇法係，第一，其實影響全球嘅戰爭正在俄烏發生，是否應該估將在何時停戰？本人按玄學推測，4、5月對澤連斯基嚟講喺全年最好運嘅2個月。烏克蘭有好大機會會達成停戰或暫時停戰嘅協議。第二，有關突發性股災，尤以美國為甚這一句話，其實在特朗普反復無常嘅關稅政策下，美股嘅動盪從1月底、2月初開始已經浮現，而且有惡化嘅趨勢，顯示股災唔係突然發生嘅。個人今年估計美股4、5月將進一步大跌，大市會於今年5、6月見底，往後會升到年底及下年1月左右。同時極大嘅波動亦會在下年丙午及以後發生。丙丁癸監所講嘅好似真係有啲道理。好啦，今次就講到呢度，下一次有機會我再評論下另外2位李師傅嘅蛇年推測。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同我一齊用玄學睇清世界。